10年跳舞无人问，一朝拔河天下知。估计美女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用这个方式火速跆拳。西北师范大学的亚洲社团拔河比赛活动，贡献了很多笑点和开心指数。可爱开朗的妹子被灵魂画师们截图各种表情包，可以说每一帧都是精品。看出来了，这次拔河最卖力的是头发，看来真的想赢。